女人開始衰老，最精唔係眼角多咗幾條腕，而唔係頭髮白咗幾條。真正令人心頭一震嘅，往往係有一天佢突然發現自己身上有啲嘢變咗。以前佢落樓買嘢，風吹過嚟，自己都覺得好清爽。以前同人講咗唔使特登遮住個好，以前出一身下通個船就強壯晒。佢唔知由幾時開始佢會靜，同人靠得太近。張寒底問句：你身上點解有味？唔只睇佢面，而係睇三樣嘢：身上有冇濁氣，血邊有冇怨詞，生活裏面仲有冇生詞。好多女人一去衰老就即刻敷面膜、參精華做醫美，以為只要擴大面膠緊幾個人就未老。但中醫啟人從來唔單止睇表面，經典話有諸內必行諸外意，是即係脾胃看唔得然會顯露出呢個人係清定咗，係放鬆定繃緊，係有光澤定暗沉，其實藏唔住。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好多女人唔想面對，但又非常真實嘅提醒：女人開始衰老，往往會有三愁同兩少。如果佢一樣都冇咁恭喜佢呢，都唔係話佢一定要20歲，而係佢嘅身體機能、生活狀態仲有一股年輕嘅氣息呢樣，比買幾貴嘅胭脂水粉都更珍貴。所謂三愁，第一係口氣變。唔少女人去到40幾、50幾歲，突然發現自己朝早起身，個口好黏又好苦，冇幾耐又覺得唔清爽。唔好以為呢樣嘢只係牙刷問題，雖然牙刷衛生、口腔清潔都要理，但口氣仲好多時其實同脾胃有關。脾胃一運化唔好食落肚嘅嘢，冇辦法清清爽爽化為氣血，飯程積滯裏面化為濕熱，個口自然容易有味。尤其好多女人成日忙到冇時間食飯，夜晚又食得濃味，食慣又茶省，某個前仲拎住部電話一路碌一路焦慮，脾胃點會唔差？第二係汗未變，好像做完運動屙完涼，整個人好清爽精神。但有啲嘅啲女人年紀大咗之後，唔只係出汗多咁簡單，係會散發一股酸澀交錯嘅味，尤其係喺戰後背脊、胸口，明明冇做過咩，都覺得頂咗。呢個時候，佢就一鬧下自己係咪長期做得太多，令到身體嘅氣血困住，情緒又困住。人嘅身體好似一間長期唔開倉、空氣唔流通，就算擺幾多香水都冇用，昵刺一重，氧刺一餘，望落去就顯得唔夠清爽自然。第三係私密企位，我哋唔係想教大家，而唔係叫大家自己教自己。如果有唔舒服、異脹或者痛症，有任何分泌活變化，當然要去睇醫生。但除咗醫學上要注意之外，從生活各方面睇，呢種味道好多時都反映緊一個女人嘅作息。燥熱同熱力、衛生習慣同抵抗力息息相關。女人嘅身體本來就極之細緻、敏銳，
如果太瓜、太慈祥，承受太多壓力，身體就會用自己嘅方式去提醒你，話你知唔可以再咁樣摸落去。以前有個街坊，一直大家叫佢芬姐，佢生得好標緻。如果唔係當初嗰種氣質，跳起上嚟眼帶光芒。佢以前喺中環一間大公司做文員，每朝返工前一定會將件衫扛得妥妥貼貼，將頭髮梳得整整齊齊。同事成日笑佢，話佢連落街揩咗都咁講究。芬姐聽完只係笑，話女人打扮自己唔係為咗取悅邊個，而係尊重自己。後嚟佢結婚生咗2個仔，人生軌道就開始變。佢老公做原豬，收入唔穩定，加上身體又差，屋企大大小小嘅重擔慢慢全部落晒佢膊頭上。起初佢仲會抽空打扮，後來為咗錢，護膚品唔買，新衫唔買，剪頭髮更由每個月1次變成半年先剪1次。食飯更真係屋企人食剩麵，佢就食麵。夜晚等全屋人捧晒，佢先坐低籌詞8兩口。人一忙，最容易唔記得自己係有血有肉嘅人，而係一部唔識壞嘅機器。芬姐47歲嗰年，開始察覺到身體唔係突然崩碎，而係慢慢變差。朝早醒嚟口苦，同人講嘢都唔敢行太近。夏天明明行2步，講就一陣揮汗。最令佢難受嘅係佢開始抗拒同老公親啊，唔係冇晒感情，而係佢自己過唔到自己嗰關。佢精神上有異味，正對方嫌棄，更正開動，睇到自己面色暗淡疲倦嘅衰樣。於是佢越縮越埋，越唔開心。有一日，佢搭電梯落樓，撞到2個後生女仔。芬姐一踏入去，佢哋冇講嘢，但始終如果眉頭輕輕一皺，另一個就默默將口罩拉高。其實或者人哋根本冇學意，又或者係佢太過敏感，但話下鼻嘅就似一支刺直插個心口。一反到熱刺，佢放低蔬菜，你喺廚房痛哭，佢話嗰刻唔係俾人嫌棄，係委屈，又係驚覺自己原來已經唔知有幾多年冇好好痛錫過自己。呢係女人嘅衰老，有時就係咁樣逼出嚟，唔好係熱變老，而係一年一年將自己排到最後，仔女要哭，老公要離，與其大事小事都要妥協，直到身體終於頂唔順抗議。佢唔會同你講大道理，佢只會用口氣，用意味，用一身噓寒，話你知你氣血唔夠，脾胃唔順，心力交瘁，生活太過混亂，你同我都要學識好好愛護自己。首先係胃口變細，好多女人以為食得少係好事，覺得食少少顯得後生，錯啦！後生女食得少係因為控制，但中年女人食唔落，食少少就撐，連食飯都冇興趣，可能係脾胃弱。脾胃係後天之本，生化之源，你唔餓唔代表你仙風道急，而係你部機器冇力潤滑，人人冇氣冇血，面色點會紅潤，頭髮邊有光澤，眼神點會有神講潮，邊會有宗詞。佢以前明明好鍾意食飯，特別從意飲老火湯，但後來佢成日話食2口就夠。屋企人以為佢想減肥，佢自己都以為係，其實佢係乾到個胃都冇力，一日到黑為咗國家
為生嘅憂心，個腦未停過，心未安過，個人超焦慮，脾胃就好似俾隻手捏住，想開都開，活到身傷變滯，比胃口變碎更可怕。女人衰老最明顯唔係走樣，而係講嘢變尖，心胸越嚟越窄，少少事就還，少少事就瞓仔女，一句冇心話都記低，老公一個眼神唔對都擺喺心。你話呢個係性格，其實完全唔係，好多時係長期委屈同壓抑，又冇人理解，到最後內心事變多，心結解唔開，面色亦都變差，個人就容易老。其實身體有個好關鍵嘅字叫通，天地之道，通則生，塞則死，人亦一樣。人情通，家庭和睦。女人嘅氣息同脾胃，就算你化妝化得幾精緻，旁人都會覺得你身上有一種疲態。有啲女人未必好練，甚至胯面都有皺紋，但佢出嚟群整清爽，眼神定，床染亮，成個人就有一種舒服嘅磁場。呢種磁場先至係年輕嘅真正開始。佢嘅醒覺唔係因為醫生或者老公嘅一句話，反而係因為一次普通嘅舊同學聚會。原本佢根本唔想去，你知啦。好多女人到咗中年，最精嘅舊同學，唔係精嘅人，係精簡翻自己。以前一起讀書，一起度魚蛋，一起講笑，一切幻想將來嫁個好老公，住大嶼。以前話過自己永遠唔會變成街市入面嗰啲老老公嘅師奶，可惜行到後面，邊個唔係滿身風塵？有啲女人嫁得好，但唔安心；有啲女人仔女成績好，但自己就矮到成個人瀉沙。熱女望住天花板，一樣覺得空虛。佢收到同桌信息嗰陣，望住部手機好耐，全故。路面好熱鬧，有人提議去尖沙咀間酒樓，人話好多年冇見，要影多啲相。有人仲放咗幾廣裝後相出嚟，入面20幾歲嘅阿芬好專注，皮膚白淨，頭髮黑亮，笑得好開心。佢望住張相，真係一沉。佢唔係妒忌自己以前咁憋屈，只係唔明點解當年眼中有光嘅女人會一步步變成真熱咁樣。佢本來想往寨口唔去話，屋企有事，身體唔舒服，要照顧屋企人，上頭。畢一場聚會總會有借口。舊同學入面有個叫阿玲嘅女人，成日打電話告佢，雖然平時少聯絡，但仲有一份史日嘅情誼。電話到佢講，咁多年啦，出嚟食飯唔使打，扮到咁隆重，最緊要大家開心。阿芬聽完再望望，心裏面起實中難受。佢打開衣櫃，先發覺自己已經無幾多件似樣嘅身。好多都係去街市買咗，順手買 con， 悶到變細型。有啲仲係10年前嘅款式。坐上身，係唔得，但着住就有一種我已經放棄自己嘅感覺。佢拎起一件深色衫，想揸住新人，又拎起一條褲，條住遮住身架，試咗好耐，越睇越唔順眼，覺得自己好陌生。最難受嘅唔係老，而係連你自己都唔想面對自己。聚會嗰日，阿芬提早2個鐘起身準備，佢刷咗2次牙，含咗淡水，又噴咗香水，
智商稅係好多，年輕仔女送嘅母親節禮物，平時唔捨得用，但果然好噴咗，以為咁就可以扎染到心裏面嘅。瞓不安，人越剛越容易出洋相，越睇越覺得唔自在。佢搭地鐵過海，一路上都唔敢除口罩，手袋入面放住香口膠、解明童書，好似準備去打人。到咗酒樓門口，佢見到幾個舊同學已經企咗喺度，有人發福，有人瘦咗，或者頭髮白晒帶埋老花鏡。其實大家都老啦。冇人逃得過時，但阿芬一眼就望到阿玲，阿玲都50幾，面上都有皺紋，演作亦有歲月痕跡，唔係電 fit 嗰種不老女神。但奇怪，佢似係人群中好舒服恐怖，住得幾特別，只係素色上衣、合身長褲，唔打髮。整整齊齊地，內有種清爽嘅氣息。阿芬同佢一靠近，就暈到佢身上。這間準曬過太陽嘅衣物香氣，令人覺得好安定。阿玲拖住阿芬嘅手，橫咁多年，唔知你點呀？阿芬未開答已經有啲鼻酸，因為佢突然發覺。原來阿玲同女人之間嘅距離唔係差喺塊面，而係差一口氣。食飯嗰陣，大家傾翻好多醜事，有人講仔女讀書，有人講退休，有人講身體，有人講變老。阿芬同阿玲對咗，初初好緊張。佢每次一開口就怕有口氣，講句嘢都飲水，食嘢又唔敢食蒜蓉，連熱湯都只係飲一啖。坐喺沙邊嘅阿玲望住佢聽星雲，呢阿咪成日都好瓜。阿芬一聽眼眶差啲濕晒，因為你句爽話，好似終於有人睇見佢，唔係變肥。老咗或者蠢咗，而係太過。阿玲冇喺度大講道理，只係飯後同佢去海旁吹風，影住尖沙咀夜風，對面中環嘅燈光一明一滅，好似人生行到某個年紀，遠頭一整片風光，行近先知每一盞燈背後都有人撐緊。阿芬忍唔住同阿玲講。我覺得自己好似變咗另一個人咁啊！身上成日唔揀爽，口又有味又冇胃口，脾氣仲好差。我以前真係唔係咁嘅。阿玲冇敷衍佢，只話我都試過。原來佢幾年前都捱過一段好難捱嘅日子。當時老公生意失敗，屋企零負債累累，阿媽中風。仔女又反叛，深圳鋪每日只跑得3、4個鐘，食飯求求其其，脾氣越來越臭。佢話最嚴重嗰陣，朝早醒嚟口苦到好似飲咗藥，有時出淤汗，家人又怕冷又怕熱，見到人就覺得煩。佢以為自己係更年期，以為女人去到呢個年紀就必然係咁。直到有一日，街市熟客同佢講：阿玲，你呢排成幾人好錢，唔好成日發辣啊！女人老得好快嘅。呢句齋市嘅話，點然抌醒咗佢。阿玲話：同我玩飯去。一照鏡，先發覺自己對眼好惡，嘴角向下垂。長期神緊，佢唔係唔想笑，而係生活太多難關，將佢磨到冇晒防備。佢開始明白，身體嘅刺蝟有時係生活洩爆出嚟，細皮面上嘅苦，有時係從心底發出來變臭，有時係因為
太多年冇人對自己好，所以自己都唔識得愛惜自己。相由心生呢句嘢唔係純粹咁簡單，面相唔單止係五官，仲包埋神態、脾思、心意同眼神。你心裏長期觸悶，眉頭自然會假死。身體長期極致，體味自然就住。脾胃頹弱，面色自然暗淡，成日滿腹怨氣，個口自然發苦。呢啲全部都係傷。從到尾，人行到死胡同，就要是變通，唔好一味死撐。認清唔係堅強，識得變通先至係智慧。人到中年，最需要嘅唔係同歲月鬥智，而學會調整。以前你可以幾日唔聲都冇事，而家唔行啦。以前你食甜品，宵夜燒好，第二朝照樣精神，而家唔得。以前咩都吞落肚，以為冇事，而家食太多，身體直接爆出嚟。阿玲就係由嗰陣時開始改變，佢冇做咩驚天動地嘅大事，冇一夜暴富買名牌，亦冇突然變做闊太。佢只係由最微小嘅地方做起，炒早醒來先飲幾口暖水，每晚盡量佢提早半個鐘食飯，唔再食仔女嘅剩鑊，而係好好啟齒，幾食一碗熱飯，身濕咗就即刻換，唔再覺得冷日神趕水趕電，就算買熱樂流行20分鐘，唔係為咗減肥，係想等身體嘅刺返嚟。更重要嘅係我開始學攝，唔好盲目到最後，連自己都覺得成個人迷失。後來佢學識有啲嘢唔係唔講，而係冇必要。總有啲委屈唔係冇發生，而係唔好再將佢變成自己唯一嘅身份。佢每日問自己一句：今日我有冇做過一件事係真真正正為自己好？就係咁樣一句問話，將佢救翻。好耐冇出過聲嘅海風吹過嚟，佢忽然覺得自己噴得好濃嘅香水，反而好刺鼻。佢終於懂了香水，牌子遮蓋唔到女人心底嘅怨。粉底再好，真正吸引人嘅女人唔係靠粉實，而係身上唔係冇脾氣，而係入面冇長氣嘅怨詞，唔係冇狼處，而係有接書。返到屋企，佢冇即刻大小除，冇發誓要徹底改變人生。真正嘅改變，往往唔係拋咪口號，而係由依家嘅動作開始。佢第得一件事，係將手袋支香水攞出嚟，放返入括。佢唔係以後唔用香水，而係唔想再用香水去掩飾自己嘅不安。第二件事係倒咗書括入面擺，做幾日嘅成果。以前佢實唔捨得，覺得浪費，但呢一晚佢突然明白，女人長期將身羨慕形容，冇人要嘅細落至這個度度，其實係一種對自己嘅催促。第三件事，沖咗個好慢嘅熱水涼，唔再急住洗完去洗碗。我一邊沖一邊諗住埋咩做，而係安安靜靜將自由頭到腳小 K， 洗完頭吹緊，好換套舒服睡衣，然後照鏡，間中嘅缺衣仍有皺紋，有黑眼圈，亦唔再年輕。但佢第一次冇用厭惡嘅眼神望自己，而係輕說句辛苦你啦。咪台輕呢4個字，好多女人一生聽過好多指責手背，聽過好多要求，
聽過好多你應該，但好少聽到一句辛苦你。如果冇人講過你聽，你要自己講過自己聽。因為當一個女人開始重新愛自己，身體先會慢慢願意同你合作。你越去逼佢，限制佢只會越來越沉重。你肯慢慢識佢先有機會嘛。慢變好之後幾個月，佢真係變咗，唔係變。反過生育，而係成個人冇咁緊鬆，少咗怨氣，胃好慢慢好返啲，出街唔再怕人靠近，佢開始散步，開始打扮，開始好好食飯，開始同老公講少啲怨言，多啲溫柔。佢同我講最神奇，好反噬，而係佢發現自己心慣咗以前仔女，以前唔落聽即刻報，而家識得停一停，抱啖氣，唔再急住發脾氣。呢個就係氣血通暢嘅力量，氣血通體微會心氣通咗，掌語嘅味道亦會唔同。其實講嘢真係有味，有啲人一開口，有啲人一開口就令人一開口就令人感到安定。一個女人真正嘅年輕百詞，冇單止係皮膚緊，而係講嘢能有柔軟，做人仲有份清氣，遇事仲有轉換嘅餘地。後來明白，女人要留得住，年輕唔係鬥歲數，日日對鏡，將每條皺紋當對手。人會老，花會，血月會，卻有春夏秋冬，人生亦有生長收藏。那個係天意。真正有智慧嘅女人唔會死專注20歲嘅樣，而係到咗40、50、60歲，依然識得點樣令自己留一口清氣，守得住自己嗰份體面，唔會俾生活將自己磨成一個又熟又酷嘅人。女人身上最貴嘅唔係香水，而係青瓷，唔係胭脂，而係刺血，而唔係細話幾啦，而係一開口就令人乾寧。好多女人後生嗰陣靠外表吸引人，中年之後就要靠氣場留人。氣場聽落好似好遠，其實好實在。到底平成有冇好棒角？有冇好好食飯？有冇每日做下運動？有冇減少動怒？有無將身體照顧好？人一望、一聞、一聽，其實就感受得到。中醫講陰陽，陽氣足就有精，神陽氣足人就有緣。女人過咗某個年紀，最十精就係一邊氣不足，一邊心火盛，身體灰但脾氣大，氣血不足，雜念多，胃口細，咁落佢麼？單止個人，連福氣都俾自己嘅門匙頂住，砌廊下一間木魚過，當你唔拉開，雜物堆滿喐，就算裏面擺放幾貴嘅花，都唔會得自然。人一唔通，氣色就唔會清，唔清正點會有光。佛齋講身求義，身就係你點對待自己嘅身體，口就係你講嘅說話，意就係你心裏面盤旋嘅念頭。一個女人如果長期忽略身體，口裏常常怨，心裏常常覺得苦，個人慢慢就會變成一種內耗。唔好以為人老
只係顯現係皮膚，真正可怕嘅係心念。人一老就費事打理，自己人一唔打理，身體狀態就更沉。身體一沉，脾氣就越嚟越差。呢個循環一開始，如果唔細個抽身，只會越齊越深。以上其實唔係講女人，係要回頭照顧自己。口氣提醒你脾要消，提未提醒生活作息同健康要留神。以後變少提醒氣血來源，是變少提醒裏面塞着好多味。譬如同揾詞，身體從來唔會無端端同自己作對佢，好多時係人生最誠實嘅朋友。只係自己一直唔聽，細聲提醒，費事要用大聲去叫醒人。咁大家不如由好戲開始改。女人到咗中年，口氣唔清爽，真係好型咁一個女人嘅自信。唔係靠日日食薄荷糖揸鹽，而係要治本。小話說呀，清牙科、清舌苔、定期睇醫生。更加深一層嘅係夜晚唔好成日食濃味嘢，料甜少動，更多要避免一邊焦慮一邊食鹽。脾胃最精神冇頂節，卯冇頂節，情緒唔穩定，身體就會抗議。遲下早早起身，飲幾口暖水。早餐食得簡單溫熱，夜晚唔好食太飽，慢慢口齒就冇咁苦，講茶都親切啲。第二，身體要通風，要出汗，但唔好吹親。好多人成日喺屋企開足全日冷氣，好少曬太陽，體內塞車重，照佢行路，佢話冇時間；叫佢出街又話麻煩，叫佢換多件衫又嫌煩。等得太多，身體實變差。每日唔需要去跑步10公里，唔使逼到自己散晒。最簡單咯，攞行20分鐘，行到未暖，身空開發晒，已經好好出汗，就換衫。見尿水更保持乾爽。女人嘅清爽唔係懶出嚟，而係日常衰節養出嚟。第三，唔好長期食拖。飯前話呢句女人都會沉默，因為屋企人最常食剩飯嘅，通常係阿媽、老婆、仔女食新鮮嘅，老公食熱，長輩食軟，最後家應填飽肚。就算以為自己將得就將，用最低標準對待自己，食落肚嘅唔單止係養分，仲會變成氣血、面色同精神。女人要養翻好身體，第一步就係食碗熱飯，凍杯晚睡。唔好覺得自己唔配，咩以為食得少就係練，冇氣血老得好快。第四，要識得收，有毛發現。有啲人成日好醒緊，將辛苦2個字掛喺嘴邊，委屈可能係真，但如果甜日將慘事講一次，人哋未必同情，反而自己最傷。講緊要收，唔止係收外表，仲要收口。唔係唔可以訴苦，但唔好將每一句傻話都變做怨氣。對仔女一句，對老公一句，放大個氣量，份人一寬容，個人自然放鬆，眼神有光，自然顯得年輕。第五，留少少時間，搞自己靜下，唔使去好遠，唔使去旅行，可以趁廚房煲水嗰幾分鐘，唔係點吧？淨係聽水聲或者落街散步，望下綠樹。每日唔好一路行一路計較，邊個對你唔好？臨本前摸下自己隻手，輕輕講聲：今日辛苦啦。呢啲細節看似好微細，但對女人其實好重要。佢哋一生太多時間照顧人，好少真正留返俾自己。你同我見過好多女人，
去到50歲之後，突然變得好苦命，唔係因為佢哋唔食，而係一直等緊人哋嚟珍惜自己，等仔女感恩，等屋企人主動關心，等唔到就開始怨。但其實人生有時好現實，如果連你自己都唔珍惜自己，人哋好易以為你唔需要，你日日食聖魔，人哋就以為你鍾意，你日日話唔緊要，人哋就真係當你無所謂，你日日嗌到病都唔出聲，人哋就以為你永遠等得順。所以女人到咗中年，一定要學會溫柔咁照顧自己，嗰個唔係自私，係自重。你可以愛呢個家，但未忘記自己，而係家嘅一份子。你可以顧仔女，但未將自己消耗到咩都唔成。你可以慳錢，但唔好慳落自己身上。你可以忍一時，但冇得忍一時。真正嘅愛唔係靠女人無限傾生，媽媽都係女人，一樣需要被尊重，被好好照顧。後嚟佢同人講，自己最明顯嘅改變唔係瘦咗幾多，亦唔係皮膚白咗，而係佢終於唔再隔應討好人。以前佢會答問題，總係好局促，講茶成日遮住好。但依家佢會先笑笑。以前老公一出聲，佢心入面就好緊張。依家佢冇咁抗拒，唔係因為佢突然去到20歲，而係佢身上有一種急咗，慢慢摸輕咗。你話呢個係咪反老？唔係，呢叫開喪。女人到某個年紀，你同我都知，氣質比年輕更重要。呢個係女人送自己嘅禮物，係收出嚟嘅磁場。氣場清，屋企磁場都清。你講話溫和，家人心定，好多小事就唔會變大難。古人講嘅柔能克剛，呢句話唔係叫女人忍受，而係話如果一個女人真係可以撐起個家，前提係佢自己唔可以。先倒落嚟，人女人開始衰老嘅警號，其實就係一個字：堅持、放棄、計較。如果你一樣都冇，真係要恭喜你，人哋唔單止保養得好，更重要嘅係你嘅生活好有秩序。就算有一兩樣都唔是勁，唔使自卑，亦唔使覺得自己冇得救。人只要肯做，啲身體嘅提醒。坦白講，明知自己好瓜，仲加緊話等住先。心嚟個個女人都係咁，唔應該係咁。女人可以老，但絕唔可以。做女人可以辛苦，唔應該辛苦到冇咗自己。肯為家庭付出，唔應該付出到身上只剩疲累。真正嘅福氣，唔係生活冇問題，而係眼神有善意。真正嘅年輕，唔係皮膚緊，而係氣盛。真正嘅美，唔係令人驚艷一秒，而係令人靠近覺得舒服。所以由真日開始，唔好再一味嫌棄自己，要問下自己，有冇每日畀一杯暖水自己？有冇好好清潔球坑？有冇好好休息？有冇食一頓飯？冇散步出一身汗？說話嗰陣有冇多一句溫柔？照檢嘅時候，有冇唔再用仇人嘅眼恨恨自己？做到一樣都係幫緊自己。多一分氣就進一分，人緣就好一分，溫暖一分就多一分福氣。尋到呢度，如果覺得呢番讀書人嘅老生常談對心靈有一點啟發，又或者唔想呢啲老祖宗嘅養生智慧，
係我們的代人手上失傳，不妨動動手指，點讚、訂閱呢個頻道，甚至分享俾身邊最關心嘅女人。一個小小嘅分享，喺佛家嚟講就係隨喜功德傳播開去。今日聽完，如果想由即日開始唔再委屈同自欺，不妨喺留言區留下愛惜自己的4個字。這4個字唔係口號，係一份心願。願每一位女人，無論幾多歲，都可以身體安好，內心澄明，說話有溫度，眼神有光。一齊喺留言區傳遞呢份善念。